家中客廳放錯一樣，亦難怪越住越窮。快低而開，財神自然上門，福氣車連旺3代。我尋日飛做咗40幾年國學研究，見過計人多到我自己都數唔清。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句好殘忍計話，你有無想過點解你辛辛苦苦捱咗幾10年，個仔個女都成家立室，理應好日子嚟到呢？但細你屋企就細，越住越無對路，錢財越積越少，身體越嚟越差。個仔個女一嚟到你屋企就眉頭深鎖，咗知幾耐就話要走。好多人以為是自己命胡好，或者八字有問題，又或者仔女唔孝順。我話你知，九成情況下胡是命畸問題，細屋企畸問題，仲要具體低講，細你計客廳嘅問題。客廳細一個屋企契心臟。中國人幾千年嚟講風水，第一件事就細講客廳。客廳契氣一亂，成間屋契氣就跟住亂，氣一亂人就出事，錢就散，健康就走。呢個事我做自己10年研究，見證過幾百個家庭起起跌跌之後，得出契一個好簡單、好殘忍契結論。我今日要話你知，客廳入面最忌諱契5樣嘢。呢5樣嘢你隨便屋企望一望，我夠膽講，起碼有1樣甚至2、3樣你已經放咗，直到好耐好耐，你自己都直慣咗，無覺得有問題。你無好覺得我危言聳聽。我今日無講理論，我一樣一樣講俾你聽，仲要講埋幾個真真實實我見過嘅故事。當然為咗保護當事人契私隱，低名同細件我改咗，但是件事是真契。你聽完之後起身去客廳望一望，如果有即刻移走。信我一次，無事1個月，你契屋企契氣廠就圍轉，財神自然上門，你契福氣可以連旺3代。好啦，無咗你呢，我開始講。第一樣就細破損咗忌勁。勁呢樣嘢值中國嘅風水入面，細一件急之敏感契嘢。易經入面有個換卦，講契4疏散分散契道理，換其群元吉。換卦嘅精神就細一種散契象，勁就細一個換契象，渠照搣嘢就散搣嘢。你契財氣照落去散，你契福氣照落去散，你契健康照落去一樣散。而破咗契勁仲慘，一面完好契勁，起碼契反射出嚟契以仲細完整；一面破咗契勁，契反射出嚟契以細碎契、細爛契、細鳥契契。你計氣廠直呢面破勁，面前1日照機，10次1年300幾日。你話為無謂出事？我是一個朋友姓陳，關塘區住街，60某歲退休咗屆巴士司機。呢個人我認識咗好耐呢。當年做巴士佬嘅時候，日日笑呵呵，皮膚黑黑似是，中氣十足。我成日話娶你呢總體格，做到80歲都得。娶退休嘅陣同太太食關塘買咗個就樓單位，500幾尺，本來以為可以安享晚年，點知搬入去冇1年，怪事一單接一單。先是太太跌侵月侵膊頭綁咗2個月，之後個仔失業，直屋企哀早成半年，跟住尋身自己個心口成日痛，好似有挖點住筋。佢去睇醫生話無事心臟病，但是佢自己知個情人越嚟越貴，越嚟越冇精神。我後尾退取屋企飲茶，一入到門口我就望到取客廳咁面掛住契大勁，右下腳崩咗一個角，成塊玻璃仲有一條長契裂紋，由角度中間一直裂到邊。我問處尋生呢面鏡邊個放適度嘅？除話呢面鏡4搬屋家陣，搬完工人無小心撞崩咗。我心審鏡都4鏡，用得就用得啦，還過都幾百文千番。我當堂拍咗除個爆頭。我話尋生，你即刻去買面新鏡返嚟，呢面破鏡今晚就要用紅紙包好調出屋企。你千幾百文已經令你屋企時咗幾換穩，你知無知？取半信半疑監做咗3個星期之後，佢打電話俾我話個心口冇再痛，
太太個膊頭都好返大班，個仔聞到份新工，仲要人工加咗1程。隨電話入邊急把聲，同以前潘若兩人，我胡是話一面勁就是玩能，我胡為間瓜，但撕破經該起，日日夜夜照你話你定無頂得順。中國人有句話，明鏡照心，破鏡照鬼，呢個無勢得個講字，破鏡契氣最影響契世人契精神。你為發絕自己失眠多夢，成日心煩意亂，有低人為絕得胃口偏差，消化無道嘢呢低，都細契散契表現。你屋企計財氣一散，你自己嘅精計神都跟住散，錢自然流無住。古人話明鏡照心，破鏡照鬼，你要記住呢句話，屋企有破鏡即刻換，呢個無世迷信，呢個世常事。好啦，講咗第一樣，第二樣，一頸出嚟，你可能仲以為冇乜大不了，就細呼咗契寂寞同埋假花，你可能為住得車，一貧箍咗契寂寞擺直到底得順眼咪算咯，千番趌低買新契賤。但細我話你聽，一貧箍寂寞俾10件，其他嘢加埋一期仲要傷你契屋企。道德經第42章有句話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碗物。乜嘢意思？意思係天地之間，所有生契嘢都帶住一種生契。寂寞青類就細生氣旺，寂寞枯旺就細生氣散，件件變成死氣。你屋企擺住一盤枯寂寞就等於寂，你屋企擺住一件死緊計嘢，我問你，一件死緊契嘢日日夜夜對住你，你企起為旺定為衰？講到呢度，我諗翻起，我認識一位黃太荃灣住嘅，58歲，做咗程世家庭主婦。呢個太太人世好人，但細佢有個怪直慣，真好中意寂寞。但細佢又懶，佢客廳擺咗6盆大大細細嘅植物，有金錢術，有發財術，仲有一盆好勁契蘭花，然然擺入去吉陣，成間屋裏又有好有生氣。但細黃太日日忙屋企事忙孫仔，成日無計得淋水，無計得剪枝，寂寞一盆一盆艱苦，奇就奇在佢無捨得掉，佢話等下除為反生期，有低寂寞枯咗成年，佢都仲擺直客廳。到我去佢屋企飲茶嗰陣，我一入到門口，一陣淡淡契腐爛味，客廳夾落擺住3盆已經完全前透契寂寞，葉都跌晒落地，盤入面契泥，硬到好似石頭間。我望住佢，我話黃太爺低嘢仲擺尺度做咩？佢有低，唔好意思。佢話尋生，我知啊，我男姐，等我辭低清理，等我辭低，我當堂坐低同佢清。我話黃太你有胡發絕，你呢2年雞生活好無對路。佢一天眼絲晒，佢話你點知雞？我先生退休之後成日心情差，鬧我哋2公婆嘈交嘈咗成年，以前完全冇識過。個女又話斥辦公室俾人知，最近仲診斷咗焦慮症，要食藥。佢講吉震，生都震。我聽住，我心裏面明白審。我話黃太你屋企低寂寞，一個死咁 K 廠，你一家人日日對住，個 K 自然互惠好。你幾家人心裏面各種鬱悶，各種散亂，各種提無起盡。同你屋企低寂寞細一計計，我叫佢當晚就將所有枯寂寞清走，仲要買幾盤新計翻嚟清沖計有生命力㗎。呢個唔識迷信，呢個識一種生活態度。你連節脈都懶得照顧，你契氣廠又點為健康？過咗2個月，佢打電話多謝我，佢話先生同我無操呢，佢話呢句話嘅真，聲音都完晒。至於假花，我知好多婆婆中意擺假花，話無事照顧又永遠勁，但係中國人講契生氣，係要真正契生命先有。假花無論幾勁都細死物，長期擺設客廳就等於斥你契氣廠正中間擺住一件無雲契嘢。假花對氣廠契影響是慢慢離契，
無謂即刻見到。你為發住屋企，低人越嚟越冷淡，越嚟越少講嘢，越嚟越無想返屋企。你以為世人心騙咗，其實細屋企契起，早已經散咗人先散。有句古語，生機一失，家道見衰。你屋企有胡生基，地理概植物就知。好，第三樣就是客廳掛住雞胸夢動物計劃，樣嘢好多人以為好風水。亞野老虎下山，雄鷹展翅，獅子吼，狼群奔騰。你去逛下跟低埋裝飾契拋頭，牆上一大幅畫得好威武，好霸氣。好多退咗休契老闆娘老闆仔為買返屋企掛，覺得間樣有威色有氣派，可以鎮宅。錯，大錯特錯。易經坤卦有句話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意思係一個屋企要興旺，要有情在開氣，要溫厚，要平和，要包容。你屋企掛支兇猛畸老虎，張大個口，露住兩支獠牙，日日對住你，成家人企，自然會變得暴躁易怒，多口舌是非。我是一個李生，沙田住溪，62歲退休老師。呢個人教咗成世書，性格本來溫溫和和，見人就笑，個個學生都話取世好好先生。退休之後，佢個仔俾錢佢裝修屋企，佢覺得要有派頭低，唔可以老土。近朋友去畫廊，遞中咗一幅巨型油畫，一隻猛虎下山，兩隻眼發黃光，張大口露牙，身後仲有雷雨。呢幅畫除着得好勁，好有氣息，花咗成兩換文，掛咗隻客廳沙發背後，一入客廳就見到。由掛咗今日起，李生成個人變咗，變到連計老婆都話冇認得計。以前計好斯文，同個孫仔玩得好開心，可以陪個孫仔玩成個下晝。掛咗幅畫之後，佢動唔動就發脾氣，個孫仔喊，佢竟然愛反，娶老婆穿娶兩句，娶拍台大鬧。最麻煩記西，娶個仔一嚟到就同佢嘈交。原本記仔逢星期日都返嚟食飯，騙到1個月都無嚟一次，有次拖足2個月。李生老婆最終同我通電話，喊住講：我先生騙咗個人，我定互信呢。尋生你幫我啦，我登門去遞。一入客廳，我一望到支老虎，我心裏面已經知滅事。我問李生：你掛咗呢幅畫幾耐？佢話半年，差唔多。我計數，佢個仔開始笑你就細。6個月前差胡多言，我同取清咗成個下晝，最後取肯將幅畫收埋。我話你胡捨得掉都好，兩萬文我明白，起碼放埋去雜物房，無好對正你自己坐 K 位。1個月之後，李生電話俾我話個仔重新開始，1星期返嚟一次。佢老婆話呢個先至細我事嗰個李生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你日日對住一支獠牙契老虎，你契潛意識是緊張契、備戰契、防衛契，長期間陽，你契性格自然會變得尖銳易怒。呢個唔單止四風水，連心理學都認同計嘢。論語入邊孔子講過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好。同呢各自細家庭行旺 K 根本。你屋企掛 K 嘢，決定你屋企 K 同無和。你想要好就唔好掛低不和 K 象。如果你真是中意動物契圖畫，掛低鹿、掛低蝦、掛低魚都得。鹿代表鹿，黑代表長壽，魚代表年年有餘。呢低先至細中國人契智慧。掛老虎、掛獅子、掛狼、掛豹，留翻俾廟宇同官府啦。普通人屋企頂唔起。第4樣講到我心痛，就是客廳嘅雜物。你無好笑，你可能最得。雜物就雜物啫，同風水乜嘢關係啊？我話你聽，關係大到你無敢想。道德經有一句話我好中意：少即得，多即惑。你亦越少，你越清晰，越有得執；你亦越多，你越迷惑，越混亂。呢句話老子2000幾年前講，今日一樣沿用，仲要越嚟越沿用。你屋企契客廳是你一日之中做得最多、對得最耐契一個空間。你日日對住一堆雜物，你契鬧、你契氣、你契心，都會被低雜物拖住。你以為你細坐緊直自己契屋企，
其是你細座緊直一堆陳年機類契企入面。我是一位梁太，大埔住溪，70歲，退休受話員。呢位梁太人善良，對街坊親切，但係佢有個習慣，佢亦都唔捨得掉，話細結頸，時至上細堆機，取客廳咁茶几上面堆住程碟，程碟記就報紙，就雜誌，就信件，有低已經放咗程10年，低紙都黃埋，沙發旁邊蓋角落堆住幾個裝滿就衫蓋膠袋，話留返俾個孫住，但是佢個孫已經20幾歲，低3、4、4露住蓋，書櫃頂放住成排空照計玻璃磚，話遲下要用嚟煙嘢，一放已經放照，5年一次都冇煙過，牆邊擺住2張就隻凳，用照成30年已經爛照，佢都冇捨得掉。我第一次去佢屋企飲茶，一入到門口，我覺得成個空間好局促，空氣氣流動好差，有一陣淡淡氣沉沉氣味，唔細污糟吉種，細吉種就野基埋一齊氣味。我心諗呢個屋企機器冇得走，氣一互流動就細死氣。梁太個先生比佢大3歲，一直有高血壓，佢2年前中過一次風，好返之後一直住食屋企，無舌好走動得，一生點都一無好佢溪頭痛。梁太自己都話最近成日腰酸背痛，胸口悶。我坐低同佢清，我話梁太你屋企要清一清，佢即刻話胡捨得啊，件件都有用契，胡捨得。我話一件嘢10年都用熬到，你咪講俾我聽件件有用，一件嘢10年都用熬到就細冇用。我陪佢清咗1日，清出10幾大袋嘢，足足清咗成個下晝。清完之後，客廳大咗1半咁多，光線都好咗，窗口都望到出街。我教佢每個星期天都清一次，每次至少半個鐘。3個月之後，梁太打電話俾我，話老公頭痛少咗好多，仲可以自己落樓下行下，買報紙，行公園。佢自己街空敏都冇間緊要。我唔敢話事，我清屋清出嚟企企機，我唔想搞到間誇，我只可以話一個屋企企企同個屋企低雜物是有直接關係。你屋企企雜物越多，你企越治，企越治，你嘅健康越差，你嘅健康越差，你嘅錢就越留無住。醫療費、醫費、跌侵、住院，一單接一單。張子講過，雖是生把空咗雞房間先至有光。你屋企低空間，細要留返鼻氣去流動計。你講所有空間都填晒，溪就冇位走，冇溪冇光冇潤。呢個無世迷信，呢個係天地契道理。好，最後一樣，第5樣就是尖銳溪都建窗溪裝飾。有低人特別中意呢，低亦可能細退左收溪。武術愛好者可能細中意武殺小索溪，可能細去旅行家陣絕得勁，就買返嚟做紀念，掛食客廳覺得好有威風好有型。我話你聽，呢低嘢細屋企計客星。老子直道德經第31章講過一句好重係話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。咩意思？武器呢樣嘢本身就係一種不祥係器，就算你賣契只是一件裝飾品，冇害人覺冇到人，但是契型帶住一種煞氣，空氣煞氣，呢種氣入眼地無到，但是其日日夜夜影響你屋企契廠。我是一位胡生，元朗住契，55歲，退休判頭，做地盤成幾10年，性格豪爽，朋友多。呢個人有個特別興趣，中意收集刀劍，隨屋企客廳掛咗1.3尺掌計，仿古寶劍，劍柄鑲金，好威風。取話細除60歲之前送俾自己契生日禮物，仲有2把小低契短劍，一期掛直牆上，3把成一組，佢覺得好威好有型。太太幾次叫取收埋，佢都話冇嘢雞，低世文化細藝術。點知掛咗2年之後，取屋企事事不順，個女同男朋友分手，喊咗成個月，連工都反唔到。個仔做生意蝕咗一大筆錢，成日返嚟問取借錢，
一次幾10碗，取自己扣連做健康檢查，膽固醇高、血壓高，一生話要開始食藥。最令取震驚契細，取自己係性格變咗。以前取細一個好爽朗契人，最中意同兄弟飲酒吹水，講到通宵都得呢。2年取動不動就同人嘈交，一低小事都為了，連老朋友都唔敢約取飲茶。有次同一個老朋友食茶樓，為咗一件小事嗌交，2個人幾10年嘅感情就間散咗，互再往嚟。隨後尾主動問我，徐話尋生，我覺得我屋企有問題，你可唔可以嚟睇下？我真係唔知點解自己變成咁。我一入到佢屋企，望到夾把掌劍，我明白晒。我同徐講咗兵者不祥之氣契道理，我話你講呢低耳收埋，或者送俾真係中意契朋友，唔好再拜食客廳。你個屋企無細站廠，唔需要兵器。徐當晚就剛健收落雜物房，一把都冇漏。鬧過咗1個月，徐打電話俾我，生都輕鬆咗。徐話尋生，我終於知我點解成日心情差呢。呢個月我做翻我自己，徐個女都同男朋友復合返，2個人重新開始。刀劍氣煞氣是最長期一種，除為令你其家庭不和，令你其健康出事，令你其錢財流失。因為刀劍氣象就是切割，就是破壞，就是傷害。你講呢個像擺設客廳，你屋企雞和氣自然比隨切生，一日切一低，你唔覺得到你發絕雞時候已經散得七七八八。有句古話，家中有兵器，立侵不安寧。你聽過未？呢個唔細佬一臂下你契，世祖先幾千年嚟契智慧。你有兵器擺設客廳，你契落侵，父母兄弟、夫妻子女一定為不安寧，一定為出事。好啦，我講完呢每樣嘢，你可能會審尋日非你講咁多，是咪叫我信風水？是咪要我第一亦都要好緊張，好似精神經鬼咁？唔好西溪，你聽我講，莊子講過一句話：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。人一生落嚟，同煩惱一齊生。人生本身就是充滿變化雞，充滿不確定雞。你屋企契擺設，無事要令你完全冇憂，冇可能契事要令你契屋企成為。你可以結識，可以充電，可以喘一口氣契地方。一個好契劇廳，無細一個好傾契劇廳，四一個好平傾契劇廳。你返到屋企坐低劇劇，你費覺得啊，我終於可以放低呢。呢種感覺先至是福氣。古人講福呢個字，你有冇真正更審過隨契意思？福呢個字左邊寫一個士，代表祭祀，代表對天地契敬畏；右邊是一個口一個田，即係有嘢食，有地種，有屋住。福呢個字冇話俾你聽，要好多錢，要好大屋，要坐勞斯萊斯，要住半山豪宅。福是一件好簡單嘅嘢，有嘢食，有地出身，對天地有敬畏，屋企平安。你屋企嘅客廳，如果放住一堆令你嘅氣散，令你嘅心亂嘅，你電到羅湖度呢，仲簡單忌福。就算你屋企有金山銀山，你都無福享。呢個先至係我今日講計重點，一切計根本。我要你回歸一件好簡單嘅事，你返到屋企坐落沙發，抬起頭望一望，你四覺得舒服，定四覺得煩，覺得焗，覺得眼花。如果係後者，你就要動手清一清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對自己契一份尊重。老子講過，治大國若烹小鮮，處理大事要好似煎一條細細條契魚，清手細心有耐性，無可以亂翻。管理你自己，契屋企都細間，唔係要你大興土木，唔係要你花好多錢請風水師，係要你細心間對待每一件擺設屋企嘅嘢。真正係風水，胡細擺一個搣打皮扣，放一個搣打水晶球，掛一串搣打銅錢。真正係風水，係你對自己契生活契一份細心，一份尊重。你契屋企反映你契心，你皆心清，屋企就清。屋企清，你街運就通。好啦，我知你聽到呢度，可能好想即刻起身去客廳望一望，
好，我而家俾你幾樣好具體嘅嘢，你今晚就做得。攞一張紙一支筆，行入你契客廳，一件一件望，一件一件問自己，呢件嘢我有無真心中意，佢有無被我好計感覺。如果答弧度或者答細弧就寫低，寫完之後你違法限好可能有一半嘅嘢噶嘛，細弧應該戚到噶。跟住將所有破損嘅嘢清走，破鏡破杯崩咗計碗爛咗計已開裂咗計擺設，破損計嘢代計計事細散計亂計衰計。你以為留住可以千翻一低錢，其實你細將自己契福氣同怨氣一溪留住，赤個破嘢入面，今晚照掉，用紅紙包住掉，冇好留低個嘢，再嚟將所有枯咗契植物假花錢花全部清走，攞翻一兩盆真正契青蔥契植物翻嚟，還年青雷羅發財術都好，無使買貴雞，幾10蚊一盆計低已經得。植物擺設客廳嘅東南角，先天掛為鼠糞，細木契旺契位置最生財。你只要記住佢要細霍契無可以細死契，跟住將所有兇猛契動物話刀劍契擺設全部收埋，你無捨得掉就放入雜物房，放入櫃桶入邊，無好對正你日常坐契位。客廳細要平和，無細要威武，你屋企無細站廠，無需要威武。再嚟一樣，將家中契雜物清一清，就報紙過期雜誌，用無作契先爛作契家私，放咗5年冇用過契東西，全部清晒。呢個過程可能細，最痛苦契，因為你為發絕，你留住咗好多冇用契嘢，你為錫不得。但係你越清得徹底，你計氣越通，你計心越勁。試下一次清一角落，無使一日搞晒，分幾個星期做。最後一樣清完之後，攞條乾淨計絲布，將全屋抹一次。抹完之後，開晒所有窗，迎風進嚟，起碼15分鐘。呢個叫做換氣，就計至溪氣走晒，新計清計氣入嚟。一步好多人忽略，但事最重要嘅一步。做完呢幾樣嘢，你自己胃感覺到無同。無使等1個月、1個星期，你已經瞓得好低，飲食都有胃口低。好啦，我而家幫你翻顧多一次，你計時啊。破損計勁，散你計財氣，亂你計精神，即刻換或者掉。呢個係第一樣，最緊要枯咗契植物同假花死契壓過生氣，令你契屋企冇生命力。一定要換過真契青類契植物。呢個是第二樣，兇猛動物同刀劍契話，令你係家人變得暴躁，多增值，咁就嚇人，咁就財神，收埋佢。呢個是第三樣，客丁嘅雜物，令你契氣智，令你契心亂，令你契健康走下坡，一定要定期清理呢。個是第四樣，尖銳契刀建裝飾，袋住殺氣，切散和氣，令六親不安寧收起佢，唔好再擺設客廳。呢個是第五樣。呢5樣嘢，你屋企只要有一樣，都會影響你嘅氣場。你屋企有2、3樣，你屋日子只會越嚟越難過。全部清走，無事1個月你就會發覺屋企契氣完全冇一樣，人都精神低，笑容都多低。我今日講契呢，第二嘢，如果你身邊有屋企仍然裝修完嘅，有退咗休準備享福嘅，有身體開始出低小問題嘅親人朋友，麻煩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佢。隨可能護衛即刻信你，但是隨聽咗審過望一望自己屋企，隨為發覺你四關心隨呢種關心比滅都珍貴，比埋滅物品都值錢。如果你自己有其他關於客廳、關於家居擺設嘅問題，直留言度話我知，我去剪低有代表性嘅問題，直下條片專埋講你 K 問題，可能都係其他人 K 問題。最後一如既往，我送俾你我契祝福，願你屋企氣清心勁，願你身體康泰健旺，願你福澤綿延3代，願你歲歲平安，年年順遂。我是陳日飛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